個浴缸超大，可以成個人瞓落去都冇問題。哇，超靚！好耐冇試過住呢啲高級酒店。呢個係行政套房，勁好喎！佢幫我升級咗，超級靚。哇，間房係睇到日出㗎喎。有海鮮啦，有甜品啦，生蠔啦，仲有豬豬煲啦。每位都會送個鮑魚飯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黑貓。今次好開心呢，受到 KKday 嘅邀請嚟住一間2025年新開嘅酒店。咁呢一間5星級酒店位於深圳啦，咁就係近龍崗嘅位置嘅。而今次體驗嘅套票呢，係住宿1晚啦，再包埋2位嘅自助早餐同埋自助晚餐。而且有樣好特別嘅嘢呢，就係佢可以 claim 的士錢嘅，佢可以 claim 翻出發去到酒店嗰一段嘅的士錢啦。咁就記住拎埋的士嘅收據，去到前台登記入住嗰時咧就俾埋佢啦，咁就可以 claim 100蚊嘅。而今次呢一間酒店呢，地點係有少少偏遠嘅，如果喺羅湖皇崗口岸過嚟嘅話呢，call 車大概1個鐘頭多少少，唔塞車嘅話4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到。咁呢度距離深圳北站呢，就大概30分鐘嘅車程，而附近呢，亦都有一方天地，都係大概30分鐘車程左右。咁呢一間酒店呢，都比較多香港人過嚟住啊，職員大部分都識講粵語嘅。究竟環境質素係點，同埋有啲咩食，有咩好玩呢？我哋一齊 Let's go 去睇下啦！佢咧搭的士可以 claim 翻100蚊嘅，咁咧就記住攞收據啦。咁如果 call 車嘅話咧，都揀翻的士。咧就喺前台嗰度去同佢 claim 咯，成功收到1嚿水，呢個係的士錢 claim 翻。有瑜伽房，仲有泳池，但係好多人游緊。叫外賣呢，要自己出嚟拎喎。話咩衞生問題啊？攞返大堂拎嘢食啊！哇！咦，甜貴數碼。我哋房間後係咪包晚餐？自助晚餐嘅時間到啦，睇下有啲咩食先。哇！即開生蠔都有。壽司啊！煎緊牛扒，有咁多部位選擇。調味料，豬豬煲喎。这些是豬豬包的，这些都是這邊的。仲有燉湯、炸物啊！呢個係傳說中嘅缽缽雞、沙律吧、水果、冷盤、水果。啲甜品會唔會太吸引？勁正喎！仲有糖水、軟糖、朱古力熔岩、糕，自己加嘢喎。甜品區有酒飲啊！唔飲酒嘅呢，就可以飲呢啲，或者飲汽水都得。拎咗超多嘢食，有海鮮啦，有甜品啦，生蠔啦，仲有豬豬煲啦，
每位都會送個鮑魚飯。哇！呢個係5星級酒店。我呢個係1523。哇！超靚，好耐冇試過住呢啲高級酒店。呢個係行政套房，勁好喎！佢幫我升級咗，靚到不得了。咩景色？算唔算園內園林景啊？但係好多雲。5星級酒店係唔同啲，真係超級靚。呢度有翡翠台階啊，啲設計勁高檔咯。跟住有得沖咖啡，呢個咖啡機。有杯，佢識着燈㗎，同埋呢啲應該要收錢嘅。呢個設計係幾靚，有藝術得嚟，有少少蝸居。呢個係布嘅質地比較厚實嘅，嗰啲裝修都算新淨，好似好乾淨咁喎。兩個枕頭都係軟嘅。呢個有少少成台，佢呢啲勁有藝術氣息。跟住仲有個無線充電啊！然後呢啲係咩啊？係咪窗簾？可能有啲佢有 Type C 嘅充電頭喎，仲有得浸浴啊！跟住洗護用品，有化妝鏡、浴缸。如果要浸浴嘅朋友咧，可以 call 前台俾呢個一次性嘅浸浴袋同埋浴鹽。呢個係淋浴間，佢亦都有嗰個花灑嚇，應該係洗護用品。間側邊咧有個洗手間，佢係隱藏咗，完全唔知道。跟住呢度係有個衣帽間。可以放低行李啦，跟住有浴袍啦，浴袍質地係都厚嘅，毛巾質地。仲有風筒，有少少似 Dyson 嗰啲樣，不過咧後面係實心嘅。拖鞋咧都厚嘅，但係咧個面個位就薄咯，底就厚。朝早嘅窗簾有啲透光。哇！間房係睇到日出噶喎，但係我而家6點幾都算遲。今日個天好好，俾大家睇下，太陽鹹蛋黃。早上7點開放早餐，玉米片、火腿、芝士、牛奶、西柚汁、橙汁。哇！健康水係檸檬水咯。呢度有咖啡機，沙律同琴日一樣，水果同埋酸奶。佢啲酸奶係咁樣擺嘅喎。牛角包、麵包包、蛋糕仔，仲有冬甩、法包配果醬，亦都有多士。豆漿同埋油炸鬼，仲有得食麵，跟住自己加啲紅燒肉、五穀雜糧，整緊奄列啦，滷蛋、蒸饅頭、炸物，熟食區啊！仲有嗰啲小米粥同埋腸仔煙肉、海鮮粥同埋豬雜粥啊！
早起的鳥兒有蟲吃，呢度啲嘢食都算多嘅。好啦，大家睇完一輪，覺得呢一間酒店環境點呢？我覺得呢度環境係非常之好啦，同埋新淨啦，感覺都乾淨。意外地升級咗行政套房俾我，呢個景觀仲要係望到日出㗎。咁我覺得呢度嘅服務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唯一美中不足呢，就係地點比較偏遠啦，同埋如果要嗌美團外賣嘅話呢，都要自己落樓下去美團櫃度拎啊，即係酒店門口外面嗰個位置，咁都唔算好遠嘅，但係就要行一行。咁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價錢嚟講呢，都係非常之優惠啦，唔怪得知呢，都見到有好多香港人過嚟玩啊。而自助餐方面呢，我係推介香煎牛扒、燉湯同埋啫啫煲嘅，呢3樣都係野味之選同埋係排隊嘅項目。咁早餐方面呢，就推介生滾粥同埋啲熱食嘅。咁我過嚟嘅時候呢，就比較塞車啦，咁所以就搭咗個幾鐘的士呢，就 call 咗115蚊左右。咁 cap 翻100蚊嘅時候呢，就圍翻係15蚊左右。好啦，嚟翻個最後評分先。環境方面呢，會俾8分，呢度係非常之新淨啦，同埋闊落嘅。服務方面都係8分，呢度服務都係非常之好，同埋大部分職員都識得講粵語嘅。咁有咩問題都可以 call 翻前台嗰度去詢問嘅。地理位置呢，就係6分，比較偏遠少少。唔知大家睇完一輪覺得點呢？想了解更多詳情嘅話，都可以喺下面個連結度睇翻㗎。中意呢條片記得讚好同埋訂閱黑貓教主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ピカピ、ピカチュウ、ピカピカピカチュウ、ピカピカピカチュウ。